太家吼有糖豆的吼，就会人姐吼，佮创嘛个创客家糕呢，真经迄清油脆情呢，除睇啊熟烘浓葱，还有葱哇，家看到的就会葱吼，葱诶唔系太家糖豆的吼，家有糖豆人姐就会创英文高曲加中文高曲压白哇，糖豆的迄客家的高曲呢。嘿呀，对，一开始生意团吼有看到的就用主持的时间用客家主持，也他创过用客家来创过的，你嘿那时开始来接触一客家的东西。当然係，一開始我媽媽係客人啊，嗰時候我當細漢嘅時節就有接觸嘅人嘅客家嘛。不過因為全部喺台北，我爸爸又係外省人，嗰時候我冇乜嘅講啊。我媽媽講邊咩嘅時節，我人講啲客家，我半片人聽到嘛。就係，不過係有一個好處就係冇家婆凍之後就冇菜咧，嗌嘅加工嘅片啊，用下童年觀念嘅片，放暑假、暑假，不用了嘅時間啊，全部會做一袋，袋一個嘢兩個嘢樣樣，佢搭埋全部講客話，雅橋啊、橋尾啊，因為橋尾、太橋尾，尤其是太橋尾，佢嘅。他的國語講得不好，嗰時候大部分嘅客話，我就聽佢講，我聽咗的，我講啊冇從頭練嘛，因為我嘅表姐啊表哥佢哋，因為我喺台北生嘅，嗰時候佢哋咩老人講嘅嘢啊，就冇乜嘅講，隔壁仲會講啦，隔壁好聲嘛，係嘛？唔過又喺時代下，用好就啲成法用到嘅客話可能用講嘅嗬，用唔會講中文，唔會講客話，講中文就做得同嘅。我送嘅節目嘅，我嚟主持嘅，我嚟唱歌嘅，佢就唔共用嘅哦。我是一講哦，嗰客家電視台一開始網有電視台嘅時間，就會多撇個電視台加素材嚟錄音嘅時間，咁就開始主持咧。哦，喺董建章，後頭佢有時有一個助理主持，很多張小平哦，客家當到客家朋友啲嘛，佢咪做廣播啊，佢也係做嘅，如果聲音嘅劇團啲度嘛。佢嘅客家講嘅意象哦，佢會講西安，會講海料，哦，懂標準又懂清楚，嗰時候佢就拿個天數，我有乜嘅唔知嘅冇唔曉講啊，就講啊嚟唱，我要小平，佢就會講，佢就執巴。係，不過我自家咩要懂認真啊，就買嘅客家嘅詞典嘛，哦，從頭打電話本嘅專家，唱滿人用版講，跟用版講。我係記得哦，一開始嘅時候，介紹嘅東島嘅乜嘅生活記點啊，三山桂紅廟啊，乜嘅花蓮嘅秀姑巒溪啊，幾擺懂好少。因為劇本我就講過唱佢一定要先本我都冇卡一定要先練嘛，冇辦法啊，冇按熟悉嘛。啊，有一班我就講到花蓮嘅秀姑巒溪嘛，我就佢喺練個。花蓮嘅秀姑巒海，花蓮嘅秀姑巒海，因為我先生係外國人，佢行過來行過去，如果冇人講，為什麼要一直講髒話？我就講我冇啊，講客話啊，因為你沉溺在客家。對，因為那個音對他來講聽起來，他就說你是在講髒話嗎？我都冇啊，我喺講秀姑巒溪，我蠻講秀姑巒海啊，他就覺得很不習慣，他就走掉了，然後就會見拜頭拜嘅時節哦，一開始錄音全部有專家做嘅現場嘛，就做在門，有乜嘅唔知嘅嗬，做副卡準備嘅，冇乜嘅清楚嘅就會請問專家嘛，係。嗰時候按你練就輕夾就錯嘅。從頭有講哦，語言就係用嘛，你從頭講，從頭就會有一點進步，還有啲反應啊，乜嘅按你。啊，你啲講客話，真嘅啲上台啊，啲講客話嘅時節，媽媽有知道你客話有進步冇？係睇當然啦，我媽講，哎呦，冇想到，電台還有做得用個客話來主持節目哦，係啊，盡做伊咧才能安尼吼，係做得安尼講啊。上下嘅阿喬妹咩講，咩想講，哎呦，當神奇哦，你細個時間可能講冇乜嘅好，也當唔會講哦。哦，因為還有當神奇嘅就係人嘅，就講喺從頭講嘛。因為我媽媽咪喺台北，雖然佢係對西就會漢人啊，他是純漢人哦，對西全部客家種嘛，他全部講客話，唔過因為喺台北待久了啊，有個時間係好悶佢講，哎呀，我扮講。我媽喺想一下，哎呦，原來是想起來喲，就打電話俾阿喬妹，啊，你說啊，幾番用蠻講，真嘅。嗰時候，家啲愛知道好啲主持好啲訓練咩清潔，因為你主持嘅時間要懂到嘅名詞好，係一般人好，
第一神法吼，我讲的时间，做起唔用用版嘿，你就做得讲中文，不过主持的时间唔系哦，你的合法就会比来宾啊，比万人喊较好一些嘞，你这样做得安尼推体吼，安尼合法系冇？后顶嘅主持迄声音那个节目，不过细年嘅节目讲嘅比其他喊得好一不点。过细年嘅节目吼，咩冇按强松吼。當然啦，因為小朋友佢就動要精神啊，跳來跳去啊，見講見唔同樣用嘅啊。不過啲到就睇懂得一下，因為佢聲音嘅嘛，就很天真嘛。不過真嘅是很費體力，因為老聲音就喺台上啊，錯冇聽筒，開始了，看你都看唔到，做得行過來哦。唔過啲啊，嚇看到當到兒少節目吼，因為像呀奧林匹克吼，沒有一些嘅競爭啊，吼有咧競爭挑戰的意味吼，古時候沒有輸，沒有贏。啲現場吼，我真正沒有看到吼，啲看人家就啲錄樣嘅時間，真經有4年就按你叫嘅呢。係啊，係啊，數睇起嚟啊，就叫出來了呀。係，我就啊。按呢，按你4年嘅，一下4年嘅。當然啦，因為有的小孩子比較好勝心強一點。應該節目大頭就講咧嘛，一唔會因為你唔愛哦，係因為人家個數唔拉嘅哦，冇按人個傾到嘅量哦。嗰時候做唔得乖，不過有的小朋友就沒有辦法，面子掛唔住啊。嗰時候你現場係看到按呢，佢真經叫出來，按唔會。身為一個主持人呢，不安慰佢啊，不過做唔得安慰太久啊，因為有個聲音呢，哦，你越安慰他，哭得越大聲。哦，還不如請老師帶他出去洗把臉，一下就好咧。好聽個聲音呢，一下就好咧。安尼就高鐵咧，一下就好咧。真假安尼，唔過感情深深的就唔記得啦。真注意要有識嘅東西。有準備有準備。唔過剛剛講到好嘅吼，係主持咧，吼一開始做主持，唔過唔咩要做呀客家天師嘅戲劇，吼戲劇呢。本但吼就係人哋輕熟絡嘅咩吼，輕微嘅咩吼，就會做戲。我唱歌誒，家看到嘅呢，唱嘅片頭曲，幾用成嘅壓力要清太冇。第一擺吼，你第一擺唱客家歌，又不用啲戲劇底度。還好啦，因為呢，佢還有3個時期有6個該，就所謂的唱片 CD，就是還有3個時期有搞過，還有我自己劇團做嘅 musical 歌舞劇的時候，我們都有壓 CD。倒是進錄音室某安某壽司啊，我從客家歌我會想過，它裡面有一些詞啊，不是按情處，因為下詞跟影黑客家天師團嘅瑞君嘛，因為佢係中文系，古時候比較文字就會有一些就很有詩意，就話搶門也係乜個意思啊，乜個說胖係乜個意思啊，搶門哦，搶門呀搶門嘅，古時候就會先了解幾個詞係講乜個意思，然後再學那個歌，然後再把那種嘅情緒變到嘅高低度，然後慢慢地唱。嗰時候第一6個歌場係董順熙嘅，係當然，6個時間我是唱，我又拜託我嘅好朋友，就是這個我們華語歌壇非常知名的江蕙啦、周杰倫啊、林俊逸啊，全部都是他的這個編曲的啊，也這個得過金馬獎的這個鍾新明老師、baby 老師，他等於是因為友情的拜託，不是我們就讓佢天數，就去他的地方錄音，因為你懂得搞嘛，他很會配唱，其實他講啊，鴉片應該係按用，鴉片啊，然後該還有該跳啊，然後編作該有那個 big band 的感覺，不是我們鴉片就哈太用，除了技巧以外，還有情感的部分。唱一大條就見到人講哦，那個有啲唱他給我情境哦，就唱一個什麼嘅上嘅愛嘅人哦，佢企到嘅草門旁邊啊，按企定，看到哦春天來咧，到處春意盎然，唔過自家一三年，懂故事，哦人嘅情境啊，嗰時候呢，唱個頭1-2句嘅時間，就唱好像自己在嘆息那樣子，小小聲的，然後慢慢，然後情緒啊那種在印來印太樣樣。嗰時候佢懂得搞啦。哇！嗰時候6個時間咩當順利就出嘅。當順利啊！還有另外一個嗬，可能觀眾朋友、聽眾朋友唔知哦，嗰啲度老係黑鹽嘅。哦，家下沒有聽到咩？現場嘅時。現場其實現場黑鹽嘅，嗰佢咩老係唱下去個客家新樂園嘅節目一起唱歌，我們有合唱一個歌，幾萬人嘅，佢下就係最紅嘅。最受歡迎嘅林俊逸，魔王大超級魔王。
嘿哦，嘿记哦，嘿啊，哇，我真点知道，嘿因为人姐吼，这样做在抢到暗腔的钟新明老师，又还有哇，也他亲逢的吼，就系林俊逸。佢说，唔过唐公亚林俊逸佢用什么有啲嘅劇團，咩有啲演出未吼？因為啲睇嘅演嘅劇團嘅戲就會對我嘅片嘅愛情有什麼道理？我們在做一個歌舞劇，呢度全部係李宗盛嘅歌嘛，58首嘅李宗盛嘅歌做嘅戲劇。因為佢嘅嗓太好嘞，他又是絕對音感。故說雖然他那個時候跳舞有一點智障，但是我還是說服了當時我們的編舞雲門舞集的前首席舞者吳亦芳老師來拜託佢講，佢嘅嗓太好嘞。好，佢終於做我嘅歌隊的小老師，拜託你，因為我細來唔拉咧，故說佢就300哦，本先生講300冇愛記哦，300然後就讓佢念盡來。不是呢，有年讀到幾年了哈？沒，因為他自己的能力好，我就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因為佢準備好嘞，佢從細就按會唱歌的呀，五燈獎啊，對不對？從細佢就天分嘛，佢自己又好，而且他那個時候在其他的樂團，像什麼愛樂劇工坊啊，他也唱過歌劇等等的，嗰時候佢準備好嘞，佢來佢就懂聽嘛，佢咩懂認真嘛，然後後來我們兩個人用晒佢嘅 Easy Five 駐唱，咩用晒開始嘅，因為佢也係無限嘅啊，動到嘅商業無才嘛，變做我自己伊撒天天嘛，係啊，嗰時候用晒要動到合作嘅機會啊，哇！幾擺就係搶佢來合音嘛，就baby 老師就講阿莫你就來，因為佢咩懂有語言嘅天分，佢係文藻的法文系。淡江的，我忘記是英文系還是什麼，反正法文啊、英文啊、日文啊都不錯。還因為嗰陣時間佢當日看下架電視台，學校很勁哦，動神氣，因為佢講動神氣啊。嗰時候佢從日咧過佢好似佢就衝喺動腔口啊，因為佢會講一啲咧嘛。先做功課嘅就做嘅。因為他是絕對音感的人，學語言很快。哇，真勁呢！家下有聽到吼，也人姐嘅講到嘅吼，機會吼真勁係本吼準備好嘅人啦吼。唔過根本呢咧，人姐去帶來吼伊咧好窮嘅法通哦，所以來喺物家法通嚟一下先來學看一下。